求你的人，你较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山呀。做伙来宣告，来，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电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愿望，就有福气。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电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愿望，就好。咱着追求，咱着追求心内愿望，就好。一遍来讲，咱着追求。咱着追求心内愿望，就有福气。咱把握将这荣耀归予咱的主哦。兄弟姊妹，咱要来经历上帝恩典、上帝福气。上帝有好无？有啦吼。然后好，你就爱用心来甲感谢，来追求伊。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上主安尼讲。唔通只有会记得过去的事件，唔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我特别做一项新的事，这阵已经在发生。你竟唔知我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我要因我的罪恶，为着我的罪忧闷。上主啊！唔通放杀我，我的上帝啊！唔通离开我，主我的救主啊，紧来救我！这位上主是最新事的上主哦，是上帝。伊要互无变做有，伊伫旷野开道路，伊伫沙漠为着咱来开江河。意思就是讲，伫迄个无路通行，伫无毋茫的时。这位上帝，这位上帝要与我们同在，哦，让你有路可走哦。咱呢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为什么无路通行？做来拦阻哦，做真做咱的ทัก盖，所以咱今仔日主为了咱开路，咱有看伊遮要洗礼兄弟吼，为着因开一条通天的道路，咱献上感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咱献上咱的感谢来，来恳求来感谢。哈利路亚！主，阮感谢罗你，你是阮的主，阮的幸福的源头。阮感谢罗你，因为你赏赐你的救恩，互阮会通知影这条路，一条永远的路，一条得到福气的路，一条有毋茫的道路。愿主你透过阮的信心来经历你的恩典，愿主你来受恩赐福帮助阮，互阮会当伫阮人生的道路，有主你的同行，你的陪伴，愿主所。慈悲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罗你，你的听长看悬深，你的慈爱亲像盾牌四面来固守阮。你是阮的牧者，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愿主你来说，阮伫新的年开始，阮会通伫遮敬畏你。你的话讲敬畏你，无论大小，你拢要祝福。伫所有的道路顶面，需要有陪伴，需要有同行。阮恳求你。甲阮三个同在，互阮会通伫人生的道路，拢有游得伫的丰丰富富的道路。愿主来施恩赐福，互阮伫要开始的时阵，通来找求你，阮就要见到你的面，就要伫遮来领受你所要应允伫阮的生命中间的定着。愿主你来施恩赐福，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请坐。咱也恳求主来帮咱医治咱哦，咱的身躯渐渐在衰烂吼，所以
遮酸遐疼吼，就拢有真侪遮个毛病出来吼。迄表示讲吼，共用遐久啊，所以我过去吼，捌看到一句话讲40岁进前安怎？糟蹋身体40岁以后就身体糟蹋安尼知？所以确实啊，就种咱若无好好伫遮来保养，无好好疼惜，靠咱用，靠咱少年的时阵食老就知了吼。就是到老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们没有好好的保养了吼。咱恳求主来医治咱做伙用上帝话来宣告讲：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予我新的规律，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予我安稳自在。这个是诗篇23篇的这个第1节到第4节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怎样，我必怎样他带领我到哪里？清净的水边，什么叫做清净的水边？可安歇的水边。以色列的旷野会做大水袂？有土石流无？会。所以你讲安静的水边，就讲你伫迄窟水的中间，你是毋通安稳伫遐倒咧伫遐喙搭着个啉。伊的意思就讲，你会通伫遐安稳，毋免惊讲突然顶悬在落雨，无树通挽掉的，大水一来，就那个就冲走了。我一年去埃及要过关的时候，刚好是遇到土石流过后，土石流。哎呀，山无那有土石流，就是安尼所以无迄个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迄边阮过关都要用人工的检查之前是用机器因为土石流下来，土石流落来那些机器都被淹掉了所以在沙漠为我们怎样开江河你会讲无迄个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上帝你的心上要做无可能的代志，要更新，要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用我有当时用双语，因为咱的洗礼有人听较无台语听比较不懂台语所以伫这几方面全人咱常常用这个全人心灵灵魂体，咱恳求上帝来固守，心神软弱，就会影响到身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迄度的心是上好的药忧伤的灵忧伤的灵会使你越来越不对劲，然后身体好像骨头好像要枯萎这样咱特别为着这些兄弟姊妹来祈祷也特别为着遐失丧的这些亲人的遗嘱顶。12月31有这个朴文兄蒙主恩典，蒙主恩召伫拜5暗时我接到电话咱的阿母姐真少年真少年伊拢过去有爱餐的时阵，拢伫这厨房遐底伫迄中间咧服侍常常问讲牧师你要扣骨无因为若煮迄个肉骨的时阵，伊爱知影我爱刻骨你要刻骨无呢？真少年，我迄天去看伊安那困去88岁厝拢无信总是恳求上帝真的怜悯伊上尾有交代，真正讲交代我若当伊要用啥教会的所以囡仔我去的时候，囡仔讲阮老母有交代讲对伊知影这条救恩的道路，兄姊妹。咱要活的时，咱好好反复过往的时就是交代，囝儿孙爱好好伫这个信仰的顶面毋望咱伫过来这个个别礼拜后礼拜的礼拜
会到1点半，因为最近2场实在是足歹排啦，伫遮毋望遐个亲人来，咱的参与是互因看见上帝的疼。所以咱恳求上帝帮助。你若有需要为着你来祈祷，你会当徛起来，咱长老嘛会当为着你来做。咱恳求上帝来医治、来讨帮、来赐平安。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主，阮的福气无在你以外。哈利路亚，主，你是阮的牧者，所以阮无欠缺半项。主啊，你是阮的医治，你是阮的活命的一个毋望，奉你的名来祝福。让今天我们在祷告祈求感谢你，出了意外平安就临到我们当中。啊，你老主，我奉你名恳求你来施恩祝福。囡仔伫这中间来追求你的，拢会当伫这来得到你的祝福。愿主你来施恩祝福，我无论你什么款的困境，主啊，你的神拢伫个所在，享受阮自由神，自由神伫阮的中间来充满。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阮的牧者。你是阮医治的大医生，你是享受阮有毋望有快乐，互阮会通行伫主你恩典道路。虽然有困境，你会推你的管来安慰阮，来顾守阮。主，你是我们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你引导我们在可安歇溪水旁，让我们可以安稳卸下一切的劳苦重担，我们可以来寻求瞻仰你的容面。感谢主，互阮今仔学了敬拜，要真做芳的祭献伫主你面前。阮的祈求感谢，你要将出人意外平安享受伫阮的中间，你医治临到，你安慰临到，你所享受的毋望充满伫阮中间。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日的礼拜来希望来祈祷吼，咱用主的话作为安尼讲，一起来宣告。上帝为咱用伊伫咱中间得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归予上帝，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阿门。上帝的能力要运行伫伊的教会，什么人是教会？你我就是教会哦。所以上帝的大权能也要充满伫你的身上，互你圣神领受圣神的快乐。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讲啥？当你若领受圣灵的能力，当圣灵降临充满你们能力的时候，你们就要从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什么？为伊做见证，所以领受圣神的同在是要传福音哦，不要忘记。咱为着咱个人，你若要领受圣神信的人有圣神甲同在，你要领受圣神的权能、快乐，你就要恳求感谢领受咱今仔日有4位要洗礼，1位更新礼，1位信仰告别，1位小仪式。感谢主，伫新的一年开始有这因圣灵的感动帮助因，互因会通抓到耶稣的救恩所以咱为着因来祈祷透过咱过来东陵营这青年的服侍，东陵营50名已经拢额满所以顶礼拜牧师已经甲咱讲，咱若骹手无较紧的这社区的朋友囡仔拢真意爱来参加，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为着咱的小组的牧友靠牧师靠中级无够额咱的在职的会员数叫职在人在算是682个佮扣掉迄个可能无来甲刷去职在人不在教会所以兄弟姊妹，其实加起拢几千个咱去关心遐为啥无来，也是搁留伫云顶空中咱来为着因来祈祷为着第2区区长简中义长老小组长罗家军搁有咱需要搁有教育的小组长，咱恳求上帝帮助，透过小组这领袖的关怀帮助，互因会通伫遮来得到祝福。咱开声来祈祷，为着牧师要宣讲的信息真理会通透放，咱得到自由。咱开声来祈祷来，哈利路亚！主，阮有了感谢来到你的面前，
恳求你受恩所有帮助阮，阮会通伫你的面前，同心经历你的恩典。互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像讲互你的话成做阮的毋慢，成做阮的勇气，成做束阮的一个根据。感谢主，你的话就互亡人活起来，互人有智慧。愿主你来受恩所。天父，阮的上帝，阮俄罗感谢你，阮会通伫遮俄罗三甲自己敬拜，迄是你的恩典。伫即个疫情的变化，阮实在无法度伫遐选择甲掌握。愿主你来受恩所，互阮会当选择掌握是掠掉你的救恩，掠掉你的同在。愿主来受恩所，互阮伫礼拜中间甲你相拄，我伫礼拜中间领受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带阮行伫主你所赏赐恩典的道路，同心祈祷恳求，也要伫遮用主你所赏赐互阮的使徒圣经，同心来宣告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用俄罗的话显明伊的荣光。也说，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184首，上帝疼痛乃话遐大，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全首。上帝疼痛乃话遐大，欢喜喜乐我，因我秘密受我的人，我甲伊滚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教义，耶稣的那位也亲就满你我心内，因为对信圣经福音是为平安主宰，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教义，清醒感动来为耶稣。
忍受感我生命，我心情的，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感到伊的，为保守的高一日，会行信心三唯一的，一生一挂一段，愿归言个夜晚无地，堕落一命无算，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感到伊的，为保守的高一日。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赐福满满的天父上帝，我要称颂你。公义甲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主爱甲诚实要运行伫你圣洁的国度。但愿伫新年的主日，用敬虔顺服的心来敬拜你，因为信靠你的人要得到福气，直到永世代的山岭、极头的边界。主，我要宣告，独独倚靠上主的人要得到新的快乐，因要亲像鹰鸟天势飞悬，走也无厌，行也无闲。伫新的年，我要注意听你的话语，通来领受上主的恩膏甲冠冕。我要感谢你稳定的带领，互阮平安行过主所为阮备办的年日，也经历主的丰富甲美妙的作为。主，我要用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来归向你，求你赦免阮所犯的过失甲软弱，也保护将阮看捌伫你的实下。求你加做阮永远的光，引带阮来跑走天路，互阮所要行的道路顺利行通，也摒空看无阮家己来跟对主，将新酒缀伫新的皮囊。伫基督的内面，完全来解救换新。今主日，阮也有福分，甲主同坐道，感谢纪念主你为阮所付出的疼。求主也祝福伫今仔日受洗的兄弟，互因的心神搁活，有属灵的智慧来明白圣经的真理，灵命会当得到增长，信心坚定。通欢喜行主的道路，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也要为着本主日有花卉造景小组的定期会，拜六礼拜有圣礼典，以及有冬令营筹备会，甲爱幸福讲座，来为主你来祈祷，求主掌权，互所要进行的会议拢会当顺利。我也要为着第2区，也就是第5甲第10小组来祈祷。恳求主来看顾区长简忠义长老，以及小组长罗家军，以及所有的组员甲因的家庭，拢会通有健康的心灵，有固定的灵修的生活，甲主耶稣有好的连结。恳求主看顾组员伫工作、家庭的经济顶面。拢通领受对主来的稳定祝福。主啊，我要伫新的一年，搁较来亲近仰望你，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互阮遵照你的真理来行。恳求主赏赐属天的智慧，互阮有新的看见来扩展教会，有新的目标来带领会友，以及新的意向来受装备，正做主忠心的奴仆。亲像葡萄中的新酒一样，也会当常常笑念主你顶面的事，积聚财宝伫天顶，一生为主做工传福音。愿伫这日子，伫主的面前，
要成做熬结果子的树枝，基督的精兵，教会的石盘。求主赏赐合一的神，透过牧长、核心同工以及正信徒同心，来起造基督的教会。这是阮恳求圣神降临充满，互阮会当谦卑受教，遵探圣经的真理，成做基督的门徒，分享主永生的信息甲愿望，一生通来为主做见证。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求主的名，听阮祈祷。请坐，请坐。咱这是要来交托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54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咬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恩主唱欢喜的歌》。
请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2章第5节到18节。以斯帖第2章第5节到18节。和本圣经伫旧约部分618页，其他的版本请大家看进无。以斯帖记第2章第5节。现着我来读。苏珊城有一位犹太人莫德改，是便雅悯支族基士的曾孙，是妹的孙，艾尼的囝。以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掠犹大王约雅君，甲人民去的时，莫德改嘛伫遐个流亡的人中间。莫德改有一位结拜小妹以斯帖，希伯来名哈代莎，爸母已经过身，莫德改收伊做家己的查某囝，甲伊养育。以斯帖的面貌水，身材好看。王的命令甲法令已经宣布，就真侪女子送来苏珊城，交予管理女子的希该。迄时以斯帖嘛受送入后宫，交予希该。希该真介意以斯帖好款待伊，赶紧将化妆品甲应该得的食物，予伊。佮对王宫选7个宫女，甲伊侍候，将伊甲遐个宫女刷去后宫上好的房间。第10节，以斯帖听莫德改的吩咐，毋捌甲人讲伊的身世甲宗族。莫德改逐日伫后宫的头前行来行去，爱知以斯帖有平安也无，以及伊安怎地生活。照规定，正女子要见阿哈随鲁王以前，就有1年的准备，就是6月日用木药的油，6月日用香水甲化妆品美容，才照次序一个一个入去见王。女子对后宫入去王宫见王的时，伊爱什么，拢会互伊带去。下昏时入去，过早起就互人带去另外一个后宫，交互管理嫔妃的太监相教。若毋是王介意，佮提起伊的名吊伊，就袂当佮入去见王。第15节，轮到以斯帖着入去见王的时，管理女子的太监希该交互伊的物件以外，伊拢无讨别项。所有看到以斯帖的人，拢真学乐伊。伊是莫德改的阿叔阿比海的查某囝，互莫德改收做查某囝。阿合随鲁王第7年10月，就是第8月，以斯帖互人带入去王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超过其他的女子，伊比其他的在色女搁较得到王的疼惜甲恩惠，所以王用护冠戴伫伊的头壳，设立伊做王后，代替花实体。王用以斯帖的名办大宴社，邀请文武百官，宣布全国休假，佮慷慨送礼物。以上，咱只是要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
伊所要讲的题目是救恩的准备，救恩的准备。请咱同心来祈祷，享受救恩的上帝，伫逐世代竞选人来亲近你，互阮会通得到这个救恩，会通得到永远的福气。在各世代，透过人的拣选、被拣选，能够预备你救恩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恩典中成为恩典的后裔。愿你赐福，透过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互真理的话入伫阮的心，互戆人通达，也互你的话就成做阮行伫你恩典的道路的一个引带。祈祷恳求，靠耶稣叫圣名。阿妹，大家平安。咱今日真欢喜哦，真很高兴，咱伫遮做伙领受这个救恩，透过4位成人洗礼，1位坚信，1位信仰告白，他们可以加入这个救恩的大家庭哦。透过这个洗礼归一的名，互咱会通成做上帝受恩的囝儿。今日透过这段圣经，咱正义到伫后后宫。以斯帖记哦，不是后宫甄嬛传哦，所以现在咱要做伙来看上帝救恩安怎来比办上帝预备他的救恩。我们每天都常常受到中共搞飞机，对不对？哦，然后底下咧变巴戏然后就是为了要恐吓哦，软硬兼施哦。软的强的安尼吼，老拢会甲咱威胁，无就经济你的农产品不行哦，就是会有一些的影响哦。所以即马咱看讲最近对迄个做兵对4个月以后2005年厝的就开始爱适应几年，1年咱中间做过2年、3年的举手一下。好嘞，好，这样吧，是。所以恁呢，可会记得迄个前进兔子刺枪术，对吧？所以经过真好的训练很好的训练其实较单也可会记咧。就是讲你有好的训练，你知影讲伫面对迄个困境的时阵单兵安怎作战手榴弹安怎毋是对后壁牵对吧？对头前牵。较早我嘛是靠迄个牵手榴弹拢放容易架呢是安尼。真查甫人作为男人如果在一起讲大概袂脱离着这个做兵的这个代志，对无？哇，你知影我咱做兵安怎好安怎拄我咱这李介贤长老又较做水鬼你知无？拢游戏大陆安尼咱看有真多这些回忆美好的回忆。所以即马就是讲这2005年出世的这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他们4个月爽爽的当那个暑假夏令营阮就爱做一当兵，咱遮2当3当都无咧讲对无有当时咱会感觉讲，为什么是我？我敢有法度选择？我可以选择吗？人生有真多很多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选择所以伫遮就咧讨论讲人以色列安怎？查某有做兵无？做偌久？2年查甫做3年然后呢，瑞士嘛，查甫做2年女生就采自愿役其实咱台湾嘛，台湾有什么？有没有女兵？有啦迄是自愿役，自愿的啦。咱较早做兵是哪？义务的啦，就是讲你爱被逼，你无迄个选择你若无爱做安怎？你如果不做你也去关呀，要创啥所以咱看讲为着国家安全
啊，即摆少年的可能讲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哦，你若咧修正的时，单边咧面对面订孤机的时，你就知哦，就一对一哦。哎呀，啊你若无迄小可学者对无？你就来学在这里。哦，所以咱今仔日在读女性，伊唔系使伫遮来讲，做成为什么一个勇士啊。所以我们看到救恩的管道，女性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真要紧的关键，对吧？所以你若像咧看连续剧安尼哦，逐工你若收听，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吼。安尼你会听到讲，对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到第10章，佮倒转来一节一节，佮先又伫遮来读，那安尼。你就会知影讲，哇，上帝真奇妙啊，很奇妙。伫迄个无的中间，伫面对瘟死的，到安怎？上帝安怎互人来改变、翻转他的生命哦？所以伫遮，咱要做伙来透过即个以斯帖，也是末底改，因的性命本来是受定着，但是无拍算哦，就没有想到上帝来翻转他们人生的命运。毋是干那军人会当救咱的家己的国家安全哦，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遮成做上帝要施恩拯救伫即个世代的一真要紧的管道。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以斯帖伊是安怎会当做到安尼，会当准备伊家己伫拄仔咱读这个经文哦，在经文的世界里面，那有看讲伊安怎去准备，检在是。毋是自愿的，总是伫迄个非自愿当中，伊变怎伫迄中间来面对伊家己的人生。咱要对这段圣经，从今天的受洗，咱要来认捌拯救世间人的上帝，伊是安怎恩待？伫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里面没有上帝的名字，但是却上帝的恩典作为都彰显，对吧？上帝恩典作为拢伫迄中间来得显现。第二，咱要看讲伫迄个受等待要得到救恩，12月13迄日，在那一天，犹太人要面对什么？被杀的命运。但是为什么后来迄日煞变成做是一个因得当后壁14、15欢喜庆祝的日子？你若好好甲看了，看完之后，你就会看到说。上帝拯救奇妙的作为，在人等待底下，唔知当时唔知我的工作要安怎，唔知我的婚姻会安怎，唔知我安怎，在迄个等待等待过程中间，你的心是安怎？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夹缝中免怎求生存啊？伫迄个夹缝的中间，你免怎出头？你免怎伫迄中间来面对哦？人生有真多这个选择，总是有当时嘛是你无法度选择。你敢有法度选择讲，我无爱出世伫你现在这个家庭？你有选择权吗？有无？有感觉足无奈啊！为什么我无出世伫迄个金汤匙的厝？为什么我出世就是伫迄个真贫穷或是送乡的家庭？你无法度选择，你没有办法选择，不是吗？为什么可能咱面对这台湾定定咧用欺负？为什么我出世伫台湾？有时候会有人会这样，对吧？有人说为什么？为什么？有真济为什么？是因为我无法度伫迄中间来选择。这段圣经拄啊，书会甲咱读哦，王的命令一对，然后遐个查某囡仔，遐个在色女，那些处女。包括什么人？包括以斯帖，伫遮咱看后壁，迄时来做伙读来，迄时以斯帖嘛受送入后宫，交互虚改。咱会想讲，伊自愿的吗？这查某囡仔敢自愿？有真济哦，因无答案，圣经无真明写。总是我对一寡资料，有真侪人是非自愿，是环境，为着环境嘛，对无？爸母过袂去啊，所以将你安怎送出去啦，卖掉啦，卖掉，
或者是用交易的方式促成你的婚姻，对吧？有时候是这样。即马哦，你若要叫囡仔讲，你着安怎安怎，伊无咧甲你信道。较早咧，你着计送，每人叫来吼，5人叫来，对吧？你会使讲无爱袂？会使袂？会使啊，那袂使？你算个认命，对吧？认命。话就讲哇，就连都毋捌看到，对无？就讲要嫁伊啊。咱中间有即款人无？无莫举手啊，袂记。你伫你的目前的工作啦、地位啦、婚姻啦，或是学校，或是什么，你会通选择袂？你可以选择吗？你可以接受或是拒绝。总是以斯帖啊，他没得选。这犹太人没得拒绝，为什么？他们被掳了，亡国啊，对不对？有真侪无奈啊。昨日去内地啊遐吼，交流道路西园路遐吼，有入厝的，感恩礼拜吼，去 Teresa 即个姊妹因兜，厝足水的吼，伫迄个中间伫食物件时，伫坐落咧开讲，咱有其中有一个姊妹就讲，哇，伊讲到伊这婚姻啊，因为阮咧讲迄囡仔大汉啊，要嫁要娶，咱做爸母的安怎，会通主张无？即嘛？大家拢害头，摇头族的，你知哦，真正无奈，你要成功做嘛，成功啊！你要真做阿公阿嬷哦，拢爱看啥？佮讲落去，少年拢会甲我看安尼吼。哦，伊咧讲因姐姐哦，有一天因姐姐转来看到迄个桌顶哦，哪有遐济饼啦？伊问因老母讲：哎呀，这饼是对倒来？伊讲个甲你送订啊。总讲面去，你知无？我连人都毋捌看过，甲我送订，即个婚姻就决定安尼啊。要嫁无？人嘛是嫁，到当无离婚。有当时咱会看讲哦，家己恋爱吼，对无？敬着啥？你敬着会用用吼。当时家己敬到尾也是安怎？不欢而散，敢毋是？有当颠倒吼，较早讲毋捌看过，嘛记得人甲你做毋人哦，就是已经被命定了安尼哦，结果人嘛过了好势哦，这很难哦。我有当时咱会感觉，我的人生敢是安尼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目的甲伊好好要保护哦，这个艺术帖，但是最后把他送进什么？那个后宫实在是哦，你有看过《后宫甄嬛传》吗？拄啊，毋知对一个姊妹甲我讲，牧师，延禧宫的搁较好看。佮要走个，真正搁较好看咧吼。我知吼。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这样剧场里面，我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以伫遮。咱看讲，伊面对的人生无法度选择，伊顺坦，他遵从，但是入去唔知好啊吧，嫌啊塞，对不？不知道，他要面对的是后宫的丛林，好像小白兔入去，唔知去有好吧塞像吞食去安尼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伫迄个后宫的一个大家在烧钱啊，对不？封侯几个？一个尔遐尼济哦，后宫3000佳丽嘛，对不？遐尼济要选一个，有当时你要争一个职位，遐尼济人的竞争，只有一个，遐毋是你吗？还是别人？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大道小事，好亲像咱咧看电影、看连续剧，好像连续剧一样。我们在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后宫的争宠还有失宠，对。经文一开始，因为一场的宴席，然后咧，王公来叫封侯这后冠，然后咧，嘛有学者伫咧讨论中间讲，伊莫穿衫来，迄个查甫人啉酒醉就凊彩黑白讲安尼，就讲无爱，结果安怎？
伫无爱的中间，就去互代替。刚才是一个尊贵的王后王后呢，但是因为什么？她的拒绝，不肯被代替，所以伫迄中间，咱来看讲有真济，你去用替换去，你的婚姻有去用替换去无？你的工作有去用替换去无？你的地位有没有被替换掉？咱面对着真济这，今嘛咧讲 AI 对吧？你想讲你的工作会去换掉袂？我有当时想，还好牧师较无容易互机器人换掉，对吧？总是真济，你这做工啊，做啥物有真济，即卖职业，伫即卖机器人啊，种 AI 时代，对吧 ？AI 时代来会不会被换掉？哦，嘉宏还要你们做馒头，现在还有创意，所以应该机器不知道能不能代替你们，我不晓得。所以底下咱有看瓦斯体哦，这瓦斯地安尼吼，所以底下去有艺术贴哦，这位看起来真水啊，真温顺的，底下换掉。瓦斯体伊捌甲王做伙去征战呢，啊，结果啊，革命情感，讲换就换，所以伫迄中间无迄个选择嘛。所以，伫咱的人生嘛改变，嘛去用换掉的那种，对不对？哦，是你换掉别人，还是别人换掉你？合班用哦，稳的啊，栽赃黄的，你知啊？稳达达的对无？就要互你死啊！但是到尾咧，丧死。伊家己做一个插家啊吼，过来后壁就吊家己啊！伊无想到呢。伊无想到讲，伊的宰相的位置被谁替换？被末底改啊！伊无想讲，伊在邓因啊，结果后壁是换末底改邓因啊，对吧？所以有真济，我们会不会被代替啊？咱在惊嘛，我会不会被代替？我今天我的位置，我的哪一个会被取代？我们会活在那种很惧怕的当中。我想。以斯帖会不会被代替？会不会？你要看后边搁一遍的选美，你知道？哦，所以上帝使用他在这一段时间关键的时刻，但是后面呢？啊，这个偶拿都来嘛是用换掉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面对这个会被换掉，但是什么是不会被换掉？什么是无法度把咱换掉的？是无法度对你的身躯来抢夺。今天上帝要给咱的救恩，就是别人没有办法从你的手中抢夺，其他的外在都会抢夺，会代替你，但是唯有这一个救恩，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啊。咱来看讲巴比伦，较早犹太人是互上管。咱定听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伊当时是做威风的啦。但是呢，无偌久，对吧？去互波斯甲换掉。波斯，咱看讲阿哈随罗王，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宴席哦，几天？快要哭了，180天啊，记袂？你若阁袂记，我就。因为阮逐工真用心咧准备遮，你知我有当下录到3更半暝，嘿，准备准备，哎呀，接到电话，啊，啥物人过身啊，我就爱个，所以有当时啊，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当我家己咧准备时，是啥物人得到搁较济？哦，啊，你若去看上帝话，你就知影你的未来拢伫上帝手头，在神的手中。波斯伊无想到讲安怎哦。180天啊，后壁佫加7天，对无？180天，你若听到来是啥牧师来分享讲，啊，原来可能伫迄个波斯的背景有伫召开战争会议啊，6个月，3军，迄时无空军啦吼，所以伫遮吼，咱看讲波斯王阿哈随罗透过宴席，然后安怎？
迄焦点看我遮哦，互囡仔来到遮不要紧吼。所以要用阮囡仔吼，因为因会当坐遮是足无简单的，敢毋是吼？所以伫遮咱有看180天哦，开战争的会议，就是要为着4年后要攻打倒一个国家，希腊啦。但是无拍算拍输啦，对无？输掉亚历山大，捌听过无？亚历山大帝后来波斯王去用取代伊啊。今仔日我的性命救恩是无法度互别人取代，除非你家己放弃，除非你自己放弃。所以做艺术，你来看《以斯帖记》哦，你来看讲内底真正充满，无看到耶稣，无看到上帝的名，总是看到让上帝奇妙作为，上帝奇妙的作为在当中。啊，你咧，你扮演的是真要紧的角色。过去以斯帖在王宫，在他整个民族的当中，他占了很重要的角色。今日无论你是什么款的角色，你是在教会指挥也好，诗班员也好，长职也好，你是无共款的角色，总是每一个角色，我要来讲，拢足要紧。你看交代有要紧无？你若一入来，人一新来看到你，哪像欠你几百万的迄个面哦，你就感觉这个教会是安怎？一行入来，拢无人甲小借问，你会感觉安怎？所以你做要紧无？因为你一个招呼可能比牧师的一场讲道更要紧。因为你一个打招呼，你一个关心，你一个问候，互这个新来的人感觉哇，这里充满了温暖，敢是？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这个以斯帖名叫做哈大沙，啊，伫波斯名叫做以斯帖。上帝使用伊准备要拍一场救恩的战争啊！迄是一个温柔的什么战争，你知道？毋是用武力啊，所以要有智慧。伫几场的宴席啊，几场的宴席当中，和哈曼没有机会反驳，伊要解说对无？无法度解说，到尾啊，伊要面对伊家己所做的结果。所以我们在看到以斯帖，咱来看伫这段圣经上，来做伙来读来。论到以斯帖就入去见王的时，管理女子的太监希该交互伊的物件以外，伊拢无讨别项。所有看到以斯帖的人，拢真学罗伊。伊是末底改的阿姐阿比该的查某囝，互末底改收做查某囝。所以伫遮有看到伊听啦。圣经申命记28章1到14节一开始就讲，你若留意听从听从后面有一个对象，就是上帝耶和华上帝的话。你若听，注意听，斟酌听上帝话那谨守遵行，对啊，你搁做啊，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伊会改变你若去行以下的福安怎？入你追随你，每一个要面谈要洗礼，我一定会上映这段圣经，互因知影讲，你若听搁遵行行，然后后壁的结果就是你的。咱有看见以斯帖伊安怎有听无？伊讲无爱啦，你若决定我的婚姻，搁甲别人做伙分享红菜，有无？王一个尔，遐尼济嫔妃，对吧？若是你袂无？可能无爱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对太监希该伊所讲出来，伊所做出来，互咱看以斯帖伊的一个品格，伊无贪心，有无？互伊的心爱伊个无讨别项，因为伫遮讲因若要爱啥，你就来互伊，他们要什么就要给他们。可能其他的人拢这爱遐爱，密室活动啥物货搁有迄个，搁有啥？乌嘞，人迄较过时啊我毋知拢抹啥，抹咧皮肤金油安尼愈来愈水安尼。总是伊无讨别项的，伊无甲其他的
笑路讲吼，这买迄也买，无，所以互人看讲伊无贪心，不贪心啊，所以顺谈，这是头一个种听。圣经嘛讲，你着听，你着去做，安尼吼，你着真做福气人。总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要等待嘛，要等待，对不对？等待你所设定的人要受洗不容易啊，对不对？哦，今天有受洗的，也是因为我们受洗的人，然后把他们带来。好，并且啊，感谢主，我们的姐妹哈。我们看到他们很用心在栽培，在关心，拢在关心伊。所以伫迄个等待中间，你也看因伫遐爱受训练，可能美语训练，还有啥保养嘞？抹啥？抹药，抹这个保养品嘞？偌久？1年呢？这1年的中间，你爱等待，抹落毋知过敏袂？毋知较愈来愈油袂？到底是咧看水的？有王就是咧看水啊。但是伊嘛咧看即个人安怎，对无？是娇还是讲真温顺？所以咱有看讲，伊伫迄个黑暗的等待中间，伊爱保持，佮有甲交代，佮爱吩咐，目的佮爱吩咐一项袂使讲，你不可以讲。啥物？你的身份，你是犹太人，袂使黑白讲啊，因为你若讲出来就无机会啊，没有机会，你是被掳的，没有机会。有当时你讲，伫你的团体内底，伫你的职场，你是不是会温从？我是基督徒，你不敢讲嘛？你伫你的厝，咁在你唔敢讲，我要来说你。这就是觉得挑战，是一个挑战哦。咱看讲犹太人，也是讲犹太人，因咧等待啥？足久的弥赛亚，这个救主是毋是临到我？你咧等待，迄个薪水咧升，唔知轮到我未？这个职位唔知轮到我未？你的生命喺黑暗的中间咧等待偌久？等待多久了？是不是？迎向曙光，是毋是会当看见迄个光？好亲像咱看迄个啥物人熊熊咯，迄个西边啦，西边哇，看见耶稣啊，抱着祈祷，祷告完之后，哇，主啊，可以让我安然怎样回去啦？所以我昨早起了凌晨。家军的小组长嘛，真关心嘛，翁仔某拢到吼。我甲张玉主任，我11点外接到电话了去，就12点外吼。看到敢若厝敢若只位咱的老姊妹，只有伊洗礼，只有伊信主哦。我就问。我都毋捌去啊！我早伊到呢，我毋捌去。因查某囝捌陪来，我问讲啥物人还佫有伫无？啥物人？讲有啊，迄个人还佫有伫话迄个都无去啊！吼，咱有当时咱是孤单伫咧中间，伫等待我的亲人会通信主的。我的亲人可不可以信主？对不对？你等待他们有一天能够跟你一样，跟你同款。所以感谢主啦！吼。阿母这有交代啦，交代因囝儿是做亲自讲的，迄囝婿在讲的时阵，因查某囝讲点点，阿母有交代，交代啥？用基督教的仪式来做，感谢主哦。所以牧师嫌麻烦啦，因嘛真清楚讲，伊生前伊有这款的吩咐，所以。因这家属拢无话讲，也看见教会愿意伫遮对头到尾来服侍，因真感动。所以姊妹，后礼拜下昼嘛是一个布道会，因为有你的参与，可能比牧师讲一篇讲道搁较要紧。下昼礼拜后礼拜下昼1点半拜六搁有一场朴文兄所以最近咱好好保重身体，牧师做无用兄弟姊妹，上帝恩典
是互你伫迄个毋茫中间，你有迄个期待。我看阿母这，我甲这囝儿是讲，每一遍看，困甲足好面，足入面，对吧？我有机会甲这个家属咧对话，甲伊个囝婿咧对话，后来因拢真肯定教会。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上帝使用你，上帝使用艺术贴，伫无共款的位置，不同的位置。要提醒你我，咱会得人听袂？有得上帝听袂？你得人恩宠，是要彰显上帝的慈爱跟荣耀。如果今天你被讨厌，最近的新闻你有看到？上帝的名会被怎样影响？所以这嘛在提醒你我，不是吗？有人在问讲啊，什么教会哦，讲啊那个我们教会哦，那个财务都很清楚了，对不对？啊，牧师无咧蒙钱啊，哦，我们只传福音，但是各尽其职，哦，所以他们不明白，因无明白讲奉献的意义啊，所以但有一寡这话哦。但是我们这是蒙福的管道，互咱得到福气的管道哦，所以人会误解。所以伫遮咱有看到艺术碟，也是包括你我，咱会通得到你的顶司、你的上司的恩待没有？看你足好，然后咧，甲你学落，啊，搁安怎？好，上好的互你。希该伊看到以斯帖，看到以斯帖伊的性命展现出来，对吧？真听话，啊，搁安怎？袂贪心，所以咧，即个人好赞，伊就留好的、上好的。有看到拄爱经文，上好互伊大，对无？第一个，哦，咱看遮吼，应该得咧所以伫遮佫互伊7个强女家的属候咧，哇！所以咱看讲，因为好好做，上帝透过遮个顶司，透过管理伊的人，互伊安怎佫较好的祝福。第二，咱看讲，啥物人看到伊拢安怎介意啊？哇！即个人真啊！所以这嘛咧提醒你我哦，咱会通活出耶稣基督的香味啊无哦。第三，咱看上要紧的就是啥？河江3000佳丽啊，只有一个第一名，只有一个。到尾安怎？咱做下读来。王爱以斯帖超过其他的女子，伊比其他的在色女搁较得到王的疼惜甲恩惠，所以。王用hiệu冠滴伫伊的头壳，设立伊做王后，代替华实帝。对，咱有看到啥物？今仔上帝要互你做所不作为，居上不居下，就好参像即个。伫迄个位置的中间，真无简单，总是会通伫遮受高举。哈曼到尾啊，伊受降价。然后面对死亡，总是伫遮咱有看到啥物？咱有看到以斯帖目底界，今仔日你可不可以在你的职场，在你的位置上，神要提升你，高举你，好好的敬畏，即使是服侍、选长职一样，人家会看。你真正有没有活出这样的信仰？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敬畏，敬畏上帝是一个全能伟大的，伊是一个真正无所不能。你认捌伊，你就会当大大开嘴，伫遮来恳求。第二，顺从，听，佮叹上帝的经选，今日上帝就互你安怎提升你，亲像。我底界亲像以斯帖，伊在讲啥？恁替我祈祷，去死就死，无要安怎？哦，拄我开始，伊感觉讲啊，我都1个月无互王调件了，1个月，表示伊有可能失宠，1个月无去互皇帝翻牌啊，对吧？但是因为因同心祈祷、同心祷告，就安怎改变？王看见伊
比其他的正女主搁安怎，搁较疼惜，搁较有恩惠。愿上帝施恩祝福，咱做伙三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阮无法度选择，阮无法度面对阮家己的家庭、婚姻、工作，阮生伫对一个家庭的时，会通改变的是，阮会通有毋茫的未来，有全新的未来，在基督里。伫基督内底，你互阮有即个毋茫，有即个出路。今日透过洗礼，互这的兄弟姊妹，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归入主的名，因着你的名翻转他们的命运，因为你的名来改变因属天的命运。愿主你施恩祝福，你准备阮也成做厝的人，阮所接触人救恩的管道。愿主你的圣神。帮助阮，你咧使用阮伫看无也是无可能的中间，你要伫遮，互阮有可能，互阮有毋茫。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要做伙来唱圣诗354首第一节、第二节。在唱诗歌的时候，请我们四位要。洗礼的啊，四位啊，来到前面哦。成人洗礼，吕吴真胜、林洁莹、蔡家宏、曾阿秋。前面，面对哦。一排，四位台语都听得懂吗？可以吗？可以哦。阮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水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他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告我，还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做我的学生。甲因行洗礼，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为他们施洗，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就驾驶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伫五旬节有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教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圣神，得到圣灵的恩赐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见啊咱的主上帝所要调的人。亲像彼得迄时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当我也要对恁讲，我要对你们说，你们要深信哦，恁来深信，坚固恁的信。你们若真实的反悔哦，真实的反悔，告白你们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正做恁罪得到洗清去，罪得赦免一个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来重生吼，得救连结基督吼，顶头先来结连伫基督，所以恁要伫受洗进前，恁就伫上帝，在上帝跟众人面前来应答、来回答，哦，有或是没有哦，请恁注意来听。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
保惠师啊无？有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有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靠着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无？有啊无？来，咱来先请刘真胜姊妹。刘真胜，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主要改变你的生命，也互你成做即世代年长者甲你的家庭的祝福，互你心心灵勇敢，灵魂体形成，会通伫遮搁较亲近倚靠主，靠耶稣的名，阿门。来接引。林洁云，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人的名归入他的名下。你要读得属天的智慧，让你更有创意，在所做的能够被上帝来赐福，也能够因着你所做的，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工具，带领更多家人，还有你所接触人来信靠同得福音的好处。靠耶稣的名，阿们。蔡家宏，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爸囝圣神的名。主要使你成为你家中一人信主、全家蒙福得救的一个关键。让你的生命彰显出上帝奇妙的作为，让你所做的能够翻转你的命运，也能够改变你所接触人的命运。靠耶稣的名，阿们。郑阿秋，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在黑暗中等待神要翻转，在基督里你要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神的喜乐要充满，代替过去的忧伤，让你有全新的未来，成为神施恩赐福的管道。靠耶稣的名，阿们。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神、恁的魂、甲恁的身躯、你们灵魂体，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陪参会员，有份立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祷告。慈悲听从阮的上帝，感谢你，是阮赐福，互阮有这个机会，会当选择阮有耶稣的救恩，有耶稣享受的活命，有耶稣伫阮的内底所有的权能。赢过死亡的关系的困难，
祝福这个初信的兄弟，坚固因的信心，直到见主的面，拢无离开你稳定的道路。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好，请你们向后转，请小会员来接纳，因为我们的楼上有没有通知他们？有啊，恭喜。后来，请来上这个礼物了吼。来，由真圣姐妹，陈一心执事吼，来作为属灵同伴。花给他了，因为是第一次，好吧，后来杰颖跟嘉宏哈，我们请品贤哈，邀请带领他们哈，夫妇，这些夫妻档啦哈，夫妻档，一个一个来哈。拍照的时候可以当褪口罩，口罩啊，要不要？没关系啊。那个花给他，好，嘉宏哈，他们在做那个创意的馒头哈，网络哈，这很有创意哈，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很喜欢。咱讲既然带品贤去带翁仔某吼，感谢主吼。好，阿秋啊，我们请纯静姐啊，站中间一点翕相会当喙炎起来不要紧啊，无顺正长老有跟他叫吗？接纳，等一下还是有接纳。
好，来我们站中间一点哈。来，我们来向后，不用面向我。好，礼物加其他不下哈。这真圣节你有啥物亲人伫遮无？无哈，你该来这边都是你的家人哦。咱拍鼓啊，给欢迎哦。好来啊，我本来甲结引面谈吼，红婿对你来面谈吼，叫神奇到交落去，等于讲哦，早晚要受洗好啊，这边都作为洗的了吼，感谢主。好，后生查某囝吼，那个定伦又真，哦，来挥挥手，下一次哦，换你们哦，好，阿秋，那小组了哦，还有那个女儿吗？哦，那应该欢迎女儿在我们当中哦。好，请回座，谢谢。回座，好，我们来唱圣诗，唱圣诗吼，352首，354首，第3、第4节，我们坐着这个在唱哦。我们请坚信跟信仰告白2位来到前面哦。常常照耀行主的路。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你们2位是在幼儿有洗礼，或者是在其他教会有接受洗礼，现在要接受坚信礼、信仰告白，归入这个大家庭，并有份于主的圣餐。主内所亲爱的黄昭伟、高庭颖，你们幼时已经受洗，连结基督耶稣，成为他教会的信徒，属于他。上帝的恩典使你们长大成人。如今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承认你父母或是过去所立的约，委身在这个家庭，归属他，奉献自己给上帝，重新立约，一生一世服侍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承认他。”所以我勉励你们，必须告白你们的信仰，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诚实来回答我所问的。所以，请你们2个注意来听，来回答。你们是否深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作为你们的保惠师？有没有？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使罪得赦免？是不是？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不愿意？我来宣告：你们幼时已受洗，这时你们也告白自己的信仰。我奉靠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迦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作为培山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和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让这2位在小时候或者是过去有受洗归入主你的名，他们愿意委身在迦南这个爱的大家庭，
恳求你施恩赐福，让他们融入在这个家庭，也能够成为主你所用的器皿。赐福他们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向后转哦，我们请长老来接纳，小会员来接纳。来，我们请那个来民进长老哈，来稍微向前一点，好，那赵伟向后退，来停饮哦，高停饮。青年没有来送了，这样。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哦，高庭颖他也是自己一个人哦，他从过去桃园卫理堂来参与在这个大家庭，从过去第一个夏令营服侍呢大概7年7年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尾声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爱我们再次拍手来祝福他。所以我们这些都是你的亲人哦。好，那个黄昭伟他老爸是牧师有去过基口派教堂吗？他是他老爸盖的，所以但是他老爸牧师不表示他能够得救，好吧？但是他愿意自己再次立约承认感谢主我们再次来祝福他们，拍手来祝福他们。好，请回座请回座。咱的吟圣诗356首第1节352首第1节第5节。来，请带小朋友来到头前，新田来。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蒙学生接鼻音。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这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既若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要求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
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来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你要带你的细囝来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正人面头前，伫遮来告别你的信仰。所以，请瑜伽伫遮来誓约。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着我靠上帝所赏赐的亏来，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你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下伫上帝教的法度。你有要安尼行无？有啊无？愿主来祝福你，甲你的细囝，帮助你来守这个约。黄新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对世人有充满上帝听，充满上帝的爱平安跟智慧让你长大成人的过程都是上帝恩典的保护看顾，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这我好用的那个，还没有，面对。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陪参会员，有伫新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正会长亲自来作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领受坚信礼，作为来祈祷。感谢主，你听细囝。你愿意每一个人得救，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你予细囝来到你的面前，领受这个救恩，后因会通对细汉就有认捌你，会通到人生成长的过程中间，拢有上帝的恩典充满。你的话来引带因行伫你恩典的道路，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好，牧师已经送你礼物了吼，好 ，OK。好，咱来吟圣诗356首第1节到第4节哦。第1节、第4节，咱一个吟来准备来领受主的道的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伊的教会陪参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他教会按着教规可领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荣夜人向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恁囡仔劳苦担重担的，就跟我，我要互恁安息。”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甲同在。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说入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收，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这个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食了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充满咱，也咱学耶稣的款式，学习耶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献上感谢，一起来祷告，做伙来祈祷。感谢主，你拍破就满身，互阮会通秘伫你内面。伫耶稣基督你内面，阮会通有各样属灵的福气。伫天顶要享受落来，愿主你来说，愿在基督里面各样天上属灵福气就临到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愿我们都成为蒙恩的子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这是我的身体，为了恁拍破的，为你们舍的。恁特别这个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就要安尼行来纪念我。请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特别这个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吃完了，也拿起杯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当你拿到饼跟杯，你就自己祷告说：“主啊，感谢你为我牺牲，流出宝血，洗净我的罪，代替我成为那受刑罚的。”好，你可以自己感谢祷告。你再祷告感谢，等一下我们再一起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恁特别。”这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暂时不要拿哦。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牧师鼓励你啊，
这样趁着我们还可以寻找，还有生命气息，我们来寻求，来抓住上帝的救恩。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这个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这个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毋知咱中间有还未摕到洗礼还未摕到饼甲杯，还没有拿到饼跟杯。你如果已是陪餐会员，这个是基督身躯，为了咱拍破的，咱特别这时就今日来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是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特别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做伙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一起来领受。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国外开来充满，甲恁三同在。咱搁一遍来祈祷，感谢主，阮同心来领受你救恩恩赦，互阮会通伫遮有份伫你的恩典、祝福甲永活。愿你继续坚固阮的心，互阮伫跑走人生的路途。阮知影你的手拢甲阮三同在，你的恩手与我们同在，永不离弃。互阮知影，阮继续用信心来领受你属天的应允，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献到这时，是天明日无主，归个一把你归。
会众起立。我的经文恩和你，演出龙潭的情，我会在经历修饰，感恩天的罪的苦。听完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俄罗你，主，阮搭新的一年，主，阮也犹原要紧紧去调主你，对主你的脚步，听探主你的教示，听选主你的旨意。主，阮搭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为主你所用。阮来感谢祈祷，奉耶稣叫圣尊名。阿妹，请坐。咱只是要请于牧师来报告。咱要来介绍他一遍伫咱中间做来礼拜的兄弟吼，林美珠，那个，欢迎哦，都是老朋友了哈，还有阿秋的女儿然后。请站起来，我们欢迎哦，还有赖妙珍姐妹，在后面我们欢迎哦，跟上帝赐福。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哈？好，刚才不介绍这个新田的这个阿公阿嬷哈，外公外婆哈，爸爸有没有来？没有哈。因阿祖外祖哈，那个瑜伽的外公就是洪振辉牧师哦，安尼说哦，感谢主吼。咱搁一遍来拍鼓来祝福遮个兄弟姊妹。好，咱来看周报的消息。今仔日已经有这几位的兄弟吼，有成因设立更新的信仰个别甲小日世愿上帝来说也欢迎因正做教南教会一份子吼。等一下洗礼完吼，我们结束请你们留着，然后带个花出来，我们要跟这些小会员来合照哦。咱全新的橄榄枝声，我毋知恁有听无啦吼，这个音乐好听无？咱的青年特别是听到拜新时节有人的声，逐工有人的声，就有我的声啦迄个片头音乐有啥？咱的4位青年因的和声有足水无？神是爱，对吧？哇，我听了足感动的所以咱问卷你会通上网若袂用叫恁孙叫恁囝甲你上网你听看觅内底有啥物款的故事伫遮，咱的1月15有伫脸书进行抽奖直播请咱来关心咱的春联无领到的伫楼骹伫要出去教会进前你会通伫遐领1份迦南好声音第3期开始你若要想讲唱搁较好听的声音的诗歌你会通伫遮报名来参加。若有参加女主新人院的这个旅游伫明仔载早起该时间到就来集合逾时就不候你来家己去咱第12月31朴文遐蒙主文调享受76岁，要定伫这个拜六这个拜六早起8点伫殡仪馆遐有举行入殓9点火化，下昼1点半要倒转来教会来举行个别礼拜。下晡是伫天品遐来举行安放，
这礼拜是有家庭的安慰礼拜，愿主来安慰这遗族。另外咱的阿母姐吼，伊伫1月7日拜5吼，暗时早11:25安歇吼，享年88岁，要定日拜5，所以毋通记毋着吼，毋通走毋着场吼。拜5下昼3點要火化吼，入殮是2點。咱伫後禮拜日下晝1點半要伫教會舉行告別禮拜吼。下晡要伫南口頂福即個墓園底下來舉行安放，所以願主來安慰，特別即個家庭即個家庭攏吼，其他攏還無信吼。咱下晝4點半，傳揚執事要新厝入厝的禮拜，咱恭喜伊啦吼。其他咱過去為着57周年有即個紀念品吼，還未發放完吼。咱後禮拜會佇樓骹有即個攤位，為着宣教基金，為着即個咱的新村的奉獻，有提供這個限量的紀念品，所以請咱把握機會吼，積住財寶的天，還佫有迄個紀念品通摕吼。咱長小有安尼決定啊，問迄個嘉賓是有日期的限制吼，所以咱做伙佇遮來經歷上帝恩典吼。咱做伙來讀今仔日的金句讀2遍。王愛以色列超過其他的女子，伊比其他的在色女閣較得到王的疼惜甲恩惠，所以王用後冠戴佇伊的頭殼，設立伊做王後代替華實地。以色列記2章17節1遍。王愛以色列超過其他的女子，伊比其他的在色女閣較得到王的疼惜甲恩惠，所以王用後冠戴佇伊的頭殼，設立伊做王後代替華實地。以色列記2章17節。請咱做伙來吟祝福的詩。聖詩第398首，願咱救主耶穌基督。今時煞要請游牧師來祝禱，請會眾起立，咱來吟全首。願咱救主耶穌基督，顯明恩典慈悲，特別上帝受所大好。聽咱親像家己，聽咱親像家己，誠心觀念甲咱感動，行去達咱心內，三位一體甲咱相同。這是高萬世代，這是高萬世代。所以來祈禱領受上帝說，同心禱告，領受上帝的賜福。但願恁大家佇主耶穌基督的恩典，閣我的關聯充滿恁，也得到豐豐富富的活命。佇天父上帝永無改變的主愛來保守恁，互恁出入平安。佇聖神的感動，互恁堅固信心，信靠耶穌是主，會通直到主過來，對這時到永世代無盡。阿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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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請咱默禱。
咱今仔礼拜就到这，愿上帝平安祝福甲咱三同在。请秀员哈、牧者团队，还有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带着你们花哈，礼物可以先放着啊，带着你们花来到前面哦，来一起来照相。